圣名，阿免。伫这几个月中间，咱一直咧读先知的册。过去咱较少有机会来读先知的册，因为咱较以爱拢读新约，所以伫这段中间，咱有讲到伫以赛亚、耶利米，到伫以西结的先知。当咱的教会2年读圣经，咱嘛已经读到伫以西结这本册。伫主前597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已经入到伫耶路撒冷城，将犹大国的王约雅斤掠到伫巴比伦的所在，也将圣殿有真侪宝贝物件拢抢走，那呢也甲人民拢掠到伫外邦的所在。迄个内面，以西结也是中间的一个，也就是讲，以西结是受掠到伫外邦的所在来做先知，因过着一个流亡的生活。到伫主前587年，南边的犹大国就拢亡国，但是北边的以色列国较早，伫主前721年，这个国家就结束。但以西结先知受上帝的呼召，爱伫迄个受掠到伫外邦的中间，上帝子民伫遐来传讲上帝的心意。咱在一个国家亡国，然后人民受掠到伫外邦，迄是一个真惨切，也是一个绝望的中间。但伫这种的情景内底，以西结到底要传讲什么款的信息？当然，伊会当讲的，就是安慰，就是鼓励，就是继续活落去，直到伫倒转到伫家乡的时阵。这个情形也拄拄是咱台湾对1949年到伫1987年伫戒严的中间，这台湾人伫海外的所在。无法度倒转来到伫伊的故乡台湾这个土地，但因需要伫遐继续找教会，伫遐礼拜，因此迄个所在来追求活落去的勇气，希望因咧唱黄昏的故乡，总是上帝会继续帮衬伫迄个乌命单的中间的台湾人，直到伫戒严，因会当倒转到伫台湾因的故乡。迄种的心境就是安尼。以西结伫迄个受掠伫外邦的以色列人的中间，伊只会当传的，就是安慰，就是鼓励，就是继续活落去，直到伫咱倒转到伫故乡迄个时阵。以西结是一个有坚定信心、甲丰富想象力的先知，伊的信息。常常用意象的方式，用一个多话来表达，强调每一个人都为家己的罪来负责。因为咱今仔日含落伫外邦过着这么凄惨的生活，咱兼唔免伫遐来认罪悔改嘛？那呢？以西结先知详细伫遐来宣布，咱的上帝是慈爱佮怜悯的上帝。有一天，的确会引带咱倒转到伫咱的故乡，互咱的国家重新得到复兴。即咱看以西结当中有48章，也就是讲这段时间咱拢读大先知的册。什么叫做大先知？就是伊写的册较多，篇幅较长。无论是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等等这样的先知，因拢伫迄个中间来宣讲上帝的心意，迄个望安慰的信息。48章的整个以西结书内底，咱大概会当将伊分做6个段落。头一个段落就是以西结受上帝的呼召，第1章到第3章。特别以西结受上帝呼召的时阵，就是伊爱
读上帝的话，这是真特别的呼召。但是，迄个亚利米受呼召的时阵，伊讲上帝啊，我阁要真少年，你毋通呼召我。但是上帝要使用一个少年人来成做列国的先知。但是以色列的受呼召就无共款。伊讲安那？伊讲上帝甲伊讲，人子啊，我要手术互你迄本册，你爱甲伊食落去，填满你的腹肚。然后以色列讲，我食这本册的时阵，伫我的喙内底，亲像蜜共款。以色列来读上帝话，食上帝话，将伊所启示的甲食落去。这也拄拄是咱的教会要进入100周年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拢摕一本100周年100句的圣经节，你有摕到无？啊，你有咧背无？无咱习惯上拢教会若分物件拢摕转去，放去咱的迄个册橱的顶头，哇，做纪念。放200年了后，迄本就是真价值的物件。总是上帝话，毋是甲咱放水伫迄个所在，是爱咱亲像以色列共款，甲伊食落去。以色列讲，我食落去的时阵，亲像蜜遮尔甜。第二段落就是第4章甲24章，就是上帝要审判犹大甲耶路撒冷，因为因要遭遇到灾难。咱知影，无论是北国的王，还是南国的王，差不多拢是无好的王啦。甚至好的王，还是无好的王，圣经用一句话来表达：因有行耶和华上帝目睭中最好的事业无。但是大部分所有的王，大概拢是歹王，致使乎这个国家陷落伫苦难甲衰微的内面。我毋知影咱所选出来。咱的总统是好的还是歹的？所以，互咱活伫民不聊生的中间啊，甲当时这共款，犹大、耶路撒冷拢共款，因为因伫迄个歹的中间，做歹的犯罪中间，因要面对着灾难。第三项，上帝要攻拍这个列国，因为就是讲，伫犹大面对灾难的时阵，其他的国家摩押，还是讲其他等等这国家，因伫遐啥？因遮幸灾乐祸。就讲这国，这犹大国，上帝选民受灾难，哇，足欢喜的。上帝犹原要刑罚这列邦。第4个部分就是上帝要对犹大甲耶路撒冷，互因有一个真清楚的应允，以及上帝要赐予因。对33章甲37章，咱今日重点会放伫这章的中间。第5个段落就是未来的战争，上帝要成做一个战士，要成做一个将军，来甲这对敌相谈，然后要得胜。最后一个就是圣城甲圣殿复兴的意象。这整个就是以色列受上帝呼召，伫48章的中间，伊所要传讲的信息。今咱所读的圣经，以色列书第37章第1节甲第10节，都是这6个段落的内底第4个段落。因为第4个段落，咱读了心较平安啦。那是上帝的刑罚，哇，咱读了足紧张的。咱较爱读的就是上帝恩典、上帝祝福伫咱的中间，所以咱就选这段第4段落，上帝应允甲祝福。上帝应允甲祝福是甚么？就是要互高大的骨头、死人的骨头，伫迄个中间给挖起来。哇！这敢有可能？上帝预言要互犹大国复兴。互因对伫绝望到伫五望的中间，人已经死啊，那呢，佫烧佫烂变做骨头，这本身就是种的绝望。总是上帝要伫绝望的中间，互人看到五望。因为受了到伫外邦，迄是暂时的，迄个时间若到，
上帝有特别的方式，要互因倒转到伫故乡，要变成做一个强国有力的国家。亲像今仔日的以色列国，伊四周围拢是回教的国家，但是细细以色列到伫今仔日，伫全世界也是一个强的国家。所以我相信，咱伫台湾这个土地，人民会晓敬拜上帝，台湾也要成做一个强的国家。阿妹吗？过去的时间，咱台湾伫亚洲四尾零的内底，咱是行伫头前的。但是即马咱上尾名，韩国已经成做上强的。伫世界样样要拍过、赢过迄个日本，因为这个国家基督徒增加，这个国家敬拜上帝，这个国家伫成做伫无偌久的中间，伫亚洲成做一个强的国家。就是咱台湾，中文一句话叫做节节败退，因为咱伫台湾的人民要过来拜拜。搁咧拜好兄弟，也搁拜真侪神明。伫这种的过程内底，今咱基督徒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，来转化咱的台湾这个国家。只有这个国家，基督徒的人也真侪，追求真理的人愈来愈侪，咱的台湾才有可能得到改变，要成做一个亚洲永远是强的国家。咱的国家的领导者唔通搁成做一个阿 Q 的心态，去评价伊的所在，讲钓鱼台是阮的，那呢咱买当去地保的所在，讲地保是我的，安尼无可能是你的。伫这种的过程内底，咱爱成做一个敬畏上帝、搁有智慧来形成成做一个强的国家。咱唔通了做一直挖靠中国的帮助咱。成做一个国家，我想这是值得咱伫今读以世界的这段信息内底，互咱得到真大的帮助。头一个高大的骨的意象到底是什么？以世界伫意象的中间，看伫平原，和合本的圣经讲伫山谷，就是对山谷到伫平原的所在，有真侪骨头伫迄个所在。但是以世界所看到，不是敢若一个幻象，这是一个真实的现状。在耶路撒冷的附近，因为战争不断，在战争的中间，都有真侪人死。现代人无爱战争，在过去的时代，咱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死真侪人，包括在228事件中间，台湾人也死真侪。这种的情形就是安尼，以耶路撒冷在迄个战争的过程内底，有真侪人死去，但死去了后，身躯烂去，经过日头晒、风吹、雨日淋，然后因就经年久月深了后，这死人就拢变做骨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表明，在这种的过程内底，就是讲以色列国。犹大国因为因犯罪得到列邦列国来侵犯伫因的中间，咱台湾嘛同款啊。咱台湾伫过去400年的内面，咱有经过荷兰的时代，咱有经过西班牙的时代，咱有经过日本，咱有经过即马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间。换一个政党就是有战争，就是有死实。有死人，当时这是代表在死实的内底，就是一种的绝望加悲伤。这种的骨头，也就是互以世界看到，迄种的人民的灵性已经绝望，人已经伫这种的凄惨的中间，因为人已经死，就是一种的绝望，一种的悲哀。诗篇35篇第10节，讲我身躯的骨头要讲，耶和华，你要拯救困苦的人，脱离遐个比较强的，拯救困苦的遐个丧亡人，脱离遐个抢夺伊的。
诗篇102篇第4节讲：我的心啊，亲像草，互人吞踏来勾搭。这就是诗人咧表达迄种的痛痛，迄种的苦痛伫迄个内面。这种的心境，也就是咱今仔日伫台湾中下阶级的人的心境。中上阶级的人，环境安那改变，伊就是有钱，伊就是有这所有一切，但是大部分劳工阶级，牧师嘛劳工啊，咧补劳保，嘛是劳工。中下阶级的劳工所面对的是什么？在这种的过程内底，迄种的绝望，迄种的悲哀，就是啥？失业的人愈来愈多。拄则咱曾焕龙长老伫祈祷内底也讲到伫遮。大学生毕业薪水社类真少，但是咱的物价一直起，咱的薪水倒退到底17年。咱知影伫韩国的所在，一个大学生毕业一个月会当领到伫6万块。今咱伫台湾，一个大学生毕业，咱就会当摕到23000块到25000块。你看这差几倍？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咱的生活愈来愈困难，活袂落去的人愈来愈多。这种的痛苦的指数、痛苦指数愈来愈高。这就亲像人民伫迄种的士气，甚至咱的外销嘛愈来愈歹。这种的士气啊，愈来愈低。愈来愈活伫这种的消极的内底，歹就是愈歹。伫这种的内面，咱要怎样？这就亲像以世界咧看见这骨头同款，这真绝望、消极、挫折、无愿望。第二项，咱会当伫这段圣经通看见，高大的骨，敢会当活起来吗？死人会当搁活起来吗？以世界咧问上帝，讲上帝啊，这骨头会当活起来吗？对以世界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无可能。人的角度是无可能，但是上帝有可能。以世界安尼讲，耶和华你知影？圣经讲耶和华你知影？意思是讲我无法度啊。我真做一个先知，我无法度，互整个伫绝望的内底，互伊搁爬起来，死的内底搁活起来。伊讲上帝啊，只有你有法度。以世界一方面来承认家己的有限，甲无能为力，人无能为力面对这种死亡的代志。但是一方面，以世界知影这样代志只有上帝会使做，上帝是全能的。因为伊万行事拢会使做，因为伊是对无创造有的上帝，所以以世界都凭着对上帝绝对的信心，甲这骨讲：骨骸啊，你着听耶和华上帝话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活伫这种困苦的年代，其实伫阿摩斯这个先知内底。第8章，伊安尼讲：人枵餓，毋是无饼通好食；人喙焦，毋是无水通好啉，是因为因听袂到上帝话。这是阿摩斯伫伊个时代咧提起讲，伫今仔日人哭哭中的过程内底，因为咱已经未记住有上帝话，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。人就伫这种的绝望困苦内底，靠家己的快乐要去撞。阿摩斯讲：人枵毋是无饼通食，人喙焦毋是无水通啉，是因为人听袂到上帝话。伫这个时代，人听袂到上帝话。伫台湾只有3%、4% 的人听到上帝话，大部分90几%的人。拢要活伫拜拜的内面，当然，咱伫这种的处境内底，就互咱愈来愈困难。
第三，这个高大的骨头要安怎定心得到溃烂？耶和华上帝讲，互因来听见我的话，来听耶和华上帝的话。上帝讲，甲以色列讲，你都爱甲这骨头讲预言，甲伊讲，高大的骨头啊，你就听耶和华上帝的话。人主啊，这骨骸就是以色列全家，因讲看，这骨头拢已经高大啦，已经拢失望啦，因为上帝甲阮召灭，阮拢已经无仰望啦。总是伫这内底有一个真关键的一字，就是讲爱听耶和华的话。这句话是一个真关键，和这个骨头会当活起来一个关键，也就是阿摩斯咧讲，伫这个时代，人腰唔是无饼，人喙焦唔是无水，是听袂到耶和华上帝的话。咱知影上帝话这句话啊，这字伫希腊文内底有两种的意思。头一种的意思就是 logos， 咱知影这个 logos 原来意思就是道，也是讲话话。迄个道，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，讲起头原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伫起头，上帝甲道三甲伫地。啊，这道到底是什么？讲道就是上帝啊，上帝就是道，中道是话啊，这个叫做 logos。都是第二项叫做 rhema。伫这个希腊文内底，这个 rhema 意思就是讲，将上帝原来的道，还是迄个话，甲伊宣讲出来，甲伊讲出来。讲出来了后，迄个道本身就带着气力，也带着能力。讲起来敢若真共款，佫无共款。就是讲，原来迄个上帝话，还是上帝本身，就是通过咱甲伊宣讲出来，亲像牧师伫讲道中间甲伊讲出来，迄个道就成做一个气力。所以伫这段圣经内底，上帝爱以色列这骨头甲伊宣讲上帝话伫迄个内底，互因会当得到上帝话的气力伫因的中间。绝对咱会当看到，咱会当对创世纪的内底，咱就会当看到，当上帝话宣讲出来的时阵，迄个气力是啥物？咱来看创世纪第1章第3节甲第9节。圣经讲，上帝讲爱有光。这是上帝讲迄个道甲伊讲出来，就安那有光到啥，就马上有光啊！这是上帝话的一种的官兵甲气力。讲地面上的水要做一回，互大地出来，安尼代志就成了。伫这个创造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过程内底，上帝话是带着能力甲官兵。就和这个澎湖还是空虚混沌的所在，有光出来，有日时，有暗时，有水，有土地，有水直接做一伙做海，然后有陆地出来。意思是讲，当上帝话这骨头讲话的时阵，这个骨头开始伫遐领受到对上帝气力，迄个气力。伫遮个人的身上，遐伫志要见咱讲做基督徒也共款。伫咱徛起的四周围，咱将上帝话甲讲出来，甲宣讲出来，迄个所在就有感动，迄个所在就有安慰，迄个所在就有鼓励。迄个就是以色列伫迄个中间，伊用这骨头来宣讲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就带来到伫能力伫迄个中间，因为上帝话。是大有功效，亲像双面来的刀，对人的骨甲骨髓拢会当插入去。咱会当伫希伯来书内底，咱会当看到这句话。第二，毋是干那话那定，第二个讲到气，将气爱分入去到伫这个骨头的内底。耶和华讲，看，我要将这个气分入伊的内面，互伊活起来。
咱知影伫这个，甲当咱讲的，这是这个希腊文，就是新约，用 logos 甲 rhema。啊，即马咱搁用另外一个，就是圣经原来旧约的希伯来文。讲到气，有一句话叫做 ruach， 啊，这句话啊 ，ruach 这句话有3种的意思，会当讲是风、是气、是灵，拢共一字。ruach 这是一字，就是讲风嘛是 ruach， 啊，气嘛是 ruach， 灵嘛是共款，拢共款一字。即个咱伫倒会通看到，伫创世纪第2章第7节，耶和华上帝用地面的土造人，然后安那将生命的气分入去内底，伊就安那变成做一个有灵的人，就是你甲我，咱拢有灵性，咱拢有灵魂。上帝将迄个灵气分伫咱的内底，互咱就成做一个有灵的人。以色列领受对上帝来的预言，将这个活命的气，亲像创世纪上帝造人同款，将迄个活气分落到伫这个骨骸内底，因就拢活起来。有上帝的话，有上帝的灵做伙，就产生新约甲技术。进入教会创始者加利文伊安尼讲。讲读上帝话的时阵，爱有上帝灵来感动，人就会当明白。但是只有上帝灵，爱有上帝话来得到印证。意思就是讲，当上帝话甲上帝人的灵做伙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就新约甲技术的发生。咱就都会当看到这个代志。当然伫创世纪中间通看见，我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空气混沌。上帝灵运行伫水面，上帝讲，如果宣讲出来，有灵有上帝话语出来，啊那上帝讲有光有暗有绿地有菜色五谷成长。咱会当伫倒会通看到，咱会当伫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，当五旬节圣神降临伫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的身上，因就安那，因就宣讲耶稣基督国活，互人定十字架国活的代志。当圣神充满因，然后因宣讲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国活，然后安那，讲有3000个人心扎心艰苦，因伫遐悔改认罪，欢喜信耶稣。伫这内底，咱有看到两个做伙，上帝灵、上帝话做伙的时阵，就带来迄个感动、新约技术伫迄个中间。第3项，伫这内底安尼讲，伊就安那生根生肉，就开始骨甲骨连接起来，然后安那根就生出来，然后肉包起来，皮包起来，成做一个人。骨是气力，肉就是活命。最后，筋、骨、肉包起来，成做一个完整的人，通站起来，成做一个军队。本来是死的骨头，但已经有上帝话、有上帝灵伫迄个中间，互筋、骨、肉、皮包起来，就成做一个军队来征战。亲爱的姊妹，当咱的教会要进入伫报道的过程内底，咱的兄弟姊妹都爱亲像以色列的军队同款，会当成做一个征战基督的精兵。今咱的教会就是一个军队，因为咱要魔鬼来宣战，要将灵魂抢救回来。那毋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军队，咱就无迄个困难。以色列伫迄个骨骸内底，就成做有上帝话、上帝灵，伫迄个中间成做军队来征战、来得胜，互因会当过一摆倒转到伫因的故乡。既咱成做上帝人，每一个兄弟姊妹也同款，有上帝话伫咱的中间，有上帝灵充满伫咱的内面。咱也要成做基督的精兵，咱要成做一个基督的军队，咱要做伙来征战。
咱要做伙来抢救灵魂，因为咱已经进入伫报道的节期内底，一个真重要要紧的关键的时刻，上帝要使用咱每一个基督徒。设置咱的报道会，若是只有是你我来参加，咱的基督徒来参加，这叫什么会？我唔知影。报道会就是爱有更较侪迄个迷信者、无道友，咱的厝边、咱的社区，因会当来听见上帝话嘛，上帝灵伫咱内底，互因伫遐悔改来告别耶稣是主。所以伫这礼拜开始，咱的教会的小组团契开始爱去社区分团长。我真意爱，咱是要发上帝军队，咱爱起来作战。咱来做伙对撒旦的手抢救灵魂倒转来归应当给上帝，给软弱的得到刚强壮大，给伤心的得到安慰，给骨头就成做一个有活命，通见证应当上帝的名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愿感谢你极大的恩典施落伫阮的中间。搁一摆用你的话来鼓励阮，主是阮成做骨头，阮的灵命死失、挫折、绝望，总是搁一摆通过上帝你雷马的活命临到伫阮的中间，通过圣神充满伫阮的内面，互阮每一个基督徒拢会当活起来，成做基督的军队。来抢救灵魂，魔鬼撒旦来宣战，因为伊的势力已经无去。互阮伫整个报道会过程内底，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为着这失丧的灵魂，阮来祈祷，阮来付出代价，阮来服侍因，互因会当经验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。就亲像彼得。伫五旬节的时阵，起来宣讲耶稣基督十字架高啊，有3000个人、5000个人伫遐悔改来信耶稣。上帝啊，阮期待这个情形，也是今仔日伫相连教会中间来发生。阮唔单单是阮的外墙更新了真水，互阮每一个基督徒的性命也真水，会当活出水。会见证甲生命，恳求上帝你赐福伫阮的中间，安尼祈祷